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台南的新化，这个新化的老街，顶个月来启动着科技执法，一个月以来开出着将近1000张的罚单，只要你在路边临时停车超过3分钟就处罚。不管是厂商来落货，不管是员工暂停机车，或者是买物件人客，大家拢互罚甲叽叽叫，拢袂来咯。店家的生意是受到严重的冲击，所以新化老街店家大家集体来တင်情咯，请政府给因一条生路。讲相关的单位会勘了后，会来整合评估，来调整着科技执法的方式。货车他们停就是正常的卸货啊。然后就被拍板。对啊。讲到最近接到罚单，真无奈，这生意人集体去တင်情救苦连天。6张，一个员工小小的员工6张，你觉得他们要怎么比？再回收了10张罚单，人客来买一个面，买一个饭，罚900块，安尼谁敢过来？规个拢失去，规个生理量拢失去了，对啊。在台南新华老街生理人做伙တင်情，恳请政府分一条生路，为顶个月开始实施科技执法，路边临时停车超过3分钟就开罚单，个月尾尔开1000多张。米车这边他们是直接2个礼拜就拒绝进货了嘛，影响我们最大其实是在米就进货的部分。附近无消费区嘛，要停车格，安尼叫车要停队。支持科技执法，不过呢，先决条件你要让我们这边活络。因讲停双牌弄红灯，也是无让行人违规的开单，这伊绝对支持。啊，那其他的，敢会使依照当地现况卖大向硬。那科技执法要暂缓或撤除需有数据及用路人的意见，我们都会全部来参考研商。新华老街本来会当临时停车，科技执法造成冲突，生意人甲人客收到真侪罚单，提出讲生意受到影响。相关的单位会勘后已经开始研究，要调整科技执法，减少民怨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